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治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持母，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用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精巧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遍一切处。贪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万民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之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悉了悉独立而改，周行而不败，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会叫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在。
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带领真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的着我瑜伽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不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景，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看到佛家所言反藏灵甘流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密目两目密目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用或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下修行而道，就是万道所要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事实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作，以僧协离为之。遂告曰：无以正法掩藏，不于汝当护持。吾登会人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协离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颁的正法密传会能集会祖义。三无入世，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能曰：不是本心，此法无异。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会2001中英赵正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狮生口虾水族之类，化生蚁马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化母子，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